请第一点是慈悲，前道义鞠躬，空道义鞠躬，莲师长，莲师长，大家请坐下。我们尊敬的父亲人，各位敬爱的各位莲师，咱助理，各位领袖、副领袖、所长、副所长，各位班主，各位在座同修大家，大家早安，大家好。莲师长。好哈，非常欢喜，非常的紧张，毕竟带要真礼拜，本来安排9月份，临时安尼规节日安尼一通电话，讲何项呢？今仔日来承担着今仔日的这个任务啦所以呢因为就是在所不欠。所以才紧张所以呢，何项也是安尼抱着学习的心情希望着咱上天的慈悲啦咱前人不前人咱在这各位的福气何项有这个机会，大家各位互相学习其实道理啦咱在这各位今仔日是什么班啊？清线上的清唱清泡以上那会当大家讲进入到清泡以上的道场差不多道理拢听不落当，是不是？参加大班小班道理听足济，所以道理其实就是啥？是种的提醒。咱人会记忆毋是拢赢过像何项记忆都无过所以呢，有当时听足济道理话有当时虽然讲藏伫这个意识内底，但是有当时安尼村口碰足济，毋知影讲要甲杀出用安尼着所以有当时道理拢会当透过着咱每一个班次，透过讲师甲咱慈悲甲咱分享互你安尼保持回忆安尼互你的道理会当搁安怎会当搁做一个熏习，做一个学习安尼所以何项嘛是安嘛所以呢不足咱毋茫讲咱负责各位了师在这各位大家多多包涵讲起来，一句话咧讲，食到老爱炖到老，这句话咱定听过所以咱在这各位年轻的、中年的老一辈的会当同住一顿伫这个重要的活动，大家不讲的普教、用学、用修、用办同心合力，同心同德伫这个学习的中间，就是要来充实咱家己互咱的智慧会当提升。为啥负责人甲你讲的会当咧真真正正转识成智何项会记孔子伊讲一句话，伊讲君子有三思啦。君子呢，要有3项的思虑思考。第一项的思考，就是讲少而不学，少年若无学，中无能也。中就是讲大汉，讲大汉无能，无能就是无能力、无才华、无功夫无技能。所以少年的时阵
人毋知影要安，学啥拢好，爱学正道诶，学功夫也好，咱伫道场，学人才，学礼节，学讲，学修讲拜师。所以但是人讲要学就来趁钱，真正咧，咱若愈早学习，记忆好，动作不灵敏，才成就，很容易上路的，就是讲咧学开车咁快，少年人咧学开车紧诶，你若年纪济叫你照法，我伫倒完去啊！耳孔都重咧，安尼啊，迄有诶咱人才咧开车甲伊讲我正手，伊左右都分不清楚，有诶是安尼，所以少而不学，长而无能，老而不教，始末之师也。讲若食老，若要教，食老爱教，好奇怪啊！你食老啊，经验足济啊，才会教。即个教养的意思，教子孙，年纪济爱变怎教育子孙，这第一项。第二项咧，食老爱时时刻刻，爱受真理的教育。真理的教育咧，毋能讲我年纪足济啊，当然社会知识啊，工会经验这是丰富，但是咧，咱心灵的教育也重要，迄叫做智慧，智慧毋是靠人输的，智慧就是靠咱伫即个道场的学习真理的教育，甲你平常时的即个实务的种种的经验累积，你人生的体悟得来，这叫做智慧。所以老而不教，食老若无受到教育，树木之需也，就是讲咱食老袂当得到大家的啥思念、笑念、怀念。所以安怎爱做呢？员工入点，咱定咧讲也重要。所以伫世人的中间，短短的光阴，如果咱若要把握望年啊，目睭一个年，这个各位咱讲实。如果人生有3万天，3万天3万天，甲算算无，咱就是我甲你甲算一下，咱就80几岁，3万天，各位，一当365天，已经过年，当咱过年过啊，即摆都已经几个月啊，你讲咧？够紧诶，时间够紧。所以咱甲定定来讲，我后手会当要换几担。我通常咧想咧，就这件代志。所以会紧张未？有诶袂紧张，有诶想着面头面开始夹。你华语创造一个女汉子，定伫我衣服买遐济啦。逐日做单子咧，逐日日头甲面，袂快乐袂起来，佫有忧郁症。我讲是安怎？修道人是愈修愈快乐，你愈修愈愁眉苦脸，为虾米有问题？伊就是安尼新闻看足济，战争、瘟疫啊，死1万人啦。忧国忧民呐，安尼厝里佫含太太袂拄好咧，结婚了开始，翁仔某厝都不来，常常冤家，冤家到后面一个生一个后生，看甲是大人定咧冤家，我到现在40几岁毋敢结婚，逐日
实就是安尼晕头感，心灵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说放下，真正有的放袂下，执着所以有阵时想到这个人生的这个光阴岁月，非常的短暂，有的真正会紧张。过去有一个开迄个货车的司机，甲边仔载一个专门咧讲困工啦，两个人一时来拖拉苦，安尼工课做出来，安尼到了中昼，经过一间迄个路边摊准备通仔要来食中昼。但是伫大口看到迄间路边摊内底，人在多济，满安尼，拢客满啦，安尼啦。所以这个困工就甲司机讲来，我先去店内底看卖啊咧，看情形安怎，无内底无地坐嘛袂当食嘛，所以呢就落去即马看看的哇，坐甲客满啦，这是要哪用餐？到尾迄个头家看到这个人客看看的，边仔讲来讲到要走的时阵头家就甲迄个困工讲：人客迄块倒佮食无偌久，佮食无偌久。这困工真欢喜我当网里真正讲迄块倒佮食无偌久。这是一个笑话啦，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个影响，所以咱爱家己主观，爱自觉，所以第三个思路就是有极不息，就是讲，今日我有就是你拥有，你富有，我有物件，我有钱，我种种的财富拢好，但是你若无思想。强无是求呀，就是讲拄着困强的时阵，无法度得到救济，所以咱互相要报心啊，做福报，造福报，造福报目的是要创啥话？人生的过程起起落落，有当时是能够富贵，有当时民间的，人讲呢，有当时是处于这个态的这个环境，有当时处于这个皮这一间内底讲的这个生活环境所以伫迄个起起落落的人生的过程中间呢，咱如何人生的过了幸福，会当平平静静，非常平安，为就爱透过着报喜。思想这个六度观念法第一个第一个解推了就是要互咱将这个贫穷去，大家嘛无爱善食，大家嘛要好食，是毋是？这人之常情嘛，因为你贫穷有当时你的生活当中有足侪不便是毋是？因为讲咱拄着这个境的时阵，你如何亲像学习单位同款，会当处在路下，会当呢心情呢非常的自然。所以这三项呢，是咱控制伊的啥，伊的思考甲思维。这嘛是控制伊对着人生的一种的啥，伊一种的看法。所以，同学今日啦人讲听道理，就亲像咧享用着一种的享宴一样。各位听道理就亲像讲你餐厅食好了，无合
当然啦，准备的料理吼是足好，但是阮也准备开胃菜，这个袂来，嘿，先话咱安尼开胃一下啦互咱要来唱一首歌。哦。我较无放伫即个题目内底，即首歌就是先分主义的，但是即个歌调啦，是歌语调。有经你爱唱歌语，细汉唱歌语，因为拢是阿嬷的媳妇。因为我，默契是当然这个歌词内底啦讲起来无歌名，但是互咱就做种歌中反思路才有，一个歌当中爱去反思思考，那安尼后壁才有路通行。安尼啦，这简单一下，要唱歌拍无好？感谢鼓励。我在灵山无那远求，渺我主心温柔。若是无心去找到天边无这叫做歌语调，当然这第一，是这个第一段歌词，我在灵山无远求。妙我自心本就有，本来就有所以呢，咱每一个人若讲何以自心本来就安怎，就拢有，本来就有只是咱无去安怎，无去甲挖掘出来，你甲潜在的能力呢，无去甲抒发出来而已，若是无失去无求，对着人生的体悟、道理的体悟，你无迄个用心去甲记的话，去甲学的话，那安尼，互你找到天边海角，嘛美。所以一切为心求，用家己，用家己。所以是足简单的道理，第二拍，互我拍。公别自用得难求，强于心性的拥有，他常在的。加油！足对，但是意思真深啦，第二拍的歌词，叫咱一个人如果若刚愎自用，而然刚愎自用是什么意思呢？以家己的意识做代志，以家己的想法做代志，自我自转自是，叫做刚愎自用。见讲讲袂听，叫做袂当，就叫刚愎自用。那安尼，你讲要求着道，要修道，要办道，真难。
刀难求啦，这个刀哦，不讲单是一刀尔，学修讲半习。哦，所以咱你才会这样，咱人就是因为执着妄想而不能自得。所以呢，咱学习啥？真诚的谦恭，谦恭心诚，那安尼你就能够拥有道。你的身躯就有道，有道就是代表你有德有道，然后你德流露出来，你就有德，你有德，地应听顺，去保你安怎？人讲呢，一旁风顺，改变命运。学参大道无忘记，咱今日你参学这个大道理，参学一切这个法门，不要盲从，盲目的盲，青眉迄个盲，目睭无看，无用智慧，乌白沙、乌白球、乌白去安尼撞来撞去外口，光文左道乌白走。各位，这现在呢，就是地理课时阵呢，智慧考，有当时理念无正确，家己心都无坚定，有当时迄手机内底无所不有，YouTube 内底哇，万教皆法，有迄个什么啊？那个三盘啦，后四盘，后五盘，迄后壁毋知要搁出几人盘，毋知。有诶道亲，道理听无入去，心无坚定，无尽道真、理真、天命真、因果嘛真。就安尼啦，盲修声咧，拄着代志，问神托骨，关心伊啊，当去问神，甚至走对迄个所谓的这三盘四盘五，咱白羊初做，迄个第一盘。白羊二座，师尊师傅，迄个第二，迄个白羊旗的英文，个落就无旗啊呢，落叫做乌阴旗呢，所以那是乌白神，乌白走呢，所以社会甲咱讲，金线不可断，系统。不可乱啊！基线系统我们一直在强调，上礼拜学校3年唔捌去出国，这边选择迄个上近的所在，离咱台湾上近的所在都是所在。龙岗，够聪明。龙岗。所以后方呢，这边的应用，伊咱的用的，去差不多16天，伊16天的中间呢，当然拄着一件代志，就是讲有一个坤道前贤，伊甲互我报告，讲伊呢，伫迄个3、4天前的时阵，因为先生身躯白痛，都还咧医袂好，撞来撞去，医生拢医袂好，走去下门医。医袂好啦，有当时因先生暗时拢困袂去，安尼乌白行，暗时安尼行伫楼梯安尼，规楼梯顶安尼练落去楼骹安尼，真正讲为着先生的白体啦，伫遐咧袂食袂困，毋知要安怎，所以可能伫手机内底你看到因中港有啥物5盘的啦，
五盘有菜汤的五盘，哦，迄五盘，我走对迄五盘去，迄五盘遐吼，就甲伊讲，若要治疗着你身体的即个病体，就爱来我遮去张求道，哦，安尼啦，所以吼，伊就伫遐去定点咧去求道，求道第二宝，哦，口诀。口诀讲10几字，5字就用甲，佫用甲10几字。报告了后，都惨，所以你安尼走对遐去，若一般有诶道亲若走对遐尾盘去有当时拢无法度转来啊，一般是安尼，师父甲你讲。有当时走伫旁门左道去，有当时比开车报家己做较重诶。乌较好，所以代志大条。乌较若转来台湾，来请示前人要如何处理啊？安尼，所以乌较转来不过前人，来前人指示。当然良医就是讲，伊毋是讲。真正要去找迄个误，是因为为着因先生的身体问题，然后要求讲会当治疗，所以伊若走对遐去，所以这个心态会稍微不一样的，所以呢，请示前人了后前人注意啊，讲这爱叫伊爱变一张迄个串线。串线的忏悔文，我慢慢听过讲迄个，头一遍较拄着，都有迄个参考原文啊，咱求道的原文啊，新春湾本课原文，第一遍听就讲迄个串线，安尼啦，真是讲有迄个文但是爱叫伊发台湾，在师、无畏师、法师、发台湾话，即是讲，咱别人袂安尼，偏偏你会安尼，就是因为业亲最重，才会安尼。喺无形嘅内面，伊暗中伊安尼做事，伊安尼操枪，所以我较无会分会去过，这件代志就是要照着咱前人的指示，爱完成这件项目。但是香港的人才你看到一篇迄个咱正光老师，伊一定会好。正光老师讲，走对旁门左道，走对所谓的，毋是咱正统的，毋是咱真正的金山传统的迄道场，去安尼乌白安尼接线，乌白拜乌白求，人去遐点，本来咱是安尼，咱的单位安尼名师一指，将迄个玄关拍开，对不对？迄个生死门拍开。但是你去定点，老师讲的正光老师讲的，已经都甲你关起来，关起来，地府的名佫铺起来，本来是地府听名，变成讲你地府要佫迄个名佫伫遐，怎么办？本来我们求道会当超生了死脱离你安尼，走对耶稣基督遐咧说咧有无？走对遐乌白拜乌白求，有把家己的慧命拢断去，有把咱的救命之主对咱无希望，你看安尼，所以就严重，所以无较，
而且这首歌就是甲咱讲不盲从，爱清楚，爱真正有智慧的，你着照上天的指示，照着咱前辈者，咱的负责人各位点元师，咱照着咱过去咱人家和老前人，这个盘根一直延续落来拢无变，咱拢无变。咱医疗系统，咱的过去的咱的二手大仙，这个天命的系统没有变，从来没有变，所以咱跟对团体，安心修德，爱德、功德、行德，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环中，这个悟中，这个体悟的当中，咱爱去反思，就是讲爱去思考这个问题，安尼路才有，就是讲你后壁路你行，才会顺利，你才有路，你有光明的路，是安尼啊，所以这个开胃菜安尼，一盘细盘尔，食久啊，袂进入咱主题。今日要跟各位一起学习的这个题目叫做如是观如是，它的重点就是观照体。昨天我们见银行这个郑树林的师去参加的咱一贯的会员代表来，那么郑树林的师跟我妈讲。你的师傅，你明天你要讲叮当点名，因为伊看到这个工程，那是有叮当点的味道，如是，看到这个如是，就把上规模，如是观如是，如是，那么简单讲。用自性，用自性，如是就是安尼，细观，如此，安尼变落去甲观，变落去行，观无效，单看有效，无效，你要行动。这个观就是观照法则，当然透过文字法则。透过观照的功夫，然后才有法度达到实相。有当时咱受了无好受，受了袂顺心，人际的关系处得不好，家庭关系处得不好，足济考验，都是因为问题出伫这个所在。什么所在？这个观照的功夫做得不够，你无做清楚真正有时咱有些就讲讲，拄着代志，人咧讲话当中，一个动作也好，听着看着，咱拢安怎？咱有当时无法度理解，人讲一个人讲。那个转念转多久？我们讲的就是你无法度去显盖善知，咱拢曲解去拢想歪去拄只有些人讲操心想，我第一个听不见，你就什么叫操心想？想歪去，有呢？最近咱遐这边有发生一件代志，就是这边会暗时的成全，咱的道亲拢是讲咧足注意听讲师咧讲道理即马后壁两位恶善的使太就是作恶的呢。
福山是比个快，两个伫遐后壁凄凄楚楚，咱大家拢聚精会神，讲了安尼安尼认真训练啊，搁较足精彩啊，即摆结束了后，迄个一个一个太太陪头毛的，一个太太是规规，安尼啦，迄个规规的太太闭班了后，今仔日的心情有够歹，听甲足欢喜，伊心情中，是咧安怎是啥物原因？你要讲假工伊即摆即个规规的太太当伊家己先生报告，讲伊阴暗来听声传，心情有够歹的原因，讲互伊先生听，安尼假工拄有一个暗时必定唱歌逐个人安尼着，伊先生徛伫咧楼梯，就是咧等迄个白头毛的道亲，伊遐转伊互转着的时阵手一直比安怎定的安尼迄个原因咱就讲，是啥物原因？两个坐伫遐，逐个拢是后斗亲嘛，边仔迄个白头毛的道亲就甲迄个规规的道亲手甲摊过来，白泡泡又绵绵，规出无讲啦，是讲意思讲安尼喊你的意思，安尼啦，白滴啦，白滴伊就是讲隔壁迄个白头毛的道亲你甲伊安怎，嫌伊肥。规出肥，安尼安尼所以先生就拄着时讲，我一食着恁兜的物件呢，安怎呢？好的。甲你讲比社会更较惨就对啦。清口呢，拢清口呢，人才呢，你甲看啦，拄着见来的时阵好讲。无菜讲辛苦人功德留了，功德若修了，你敢知影？道亲若看到人无懂个相当边若佫讲毋对话，就佫扫到风台阮，爱扣细面，各位。可能感觉讲我含你讲回来扣细面，各位敢莫点好啊？可能感觉讲道亲毋敢亲近你，敢莫点好？做人安怎能够失败？所以咱人伫咧言行的当中，一言一行，你要讲出来进前，你爱想好清楚，开过。迄话爱开过了，捌讲，话是要哪开？迄个开过就讲，我要讲即句话有好处讲即句话伤着人家，讲即句话，是毋是安尼利益？爱造成啥物效果无？迄话就是爱开过甲讲。毋通想着就搬出来，毋通安穿衫咧乱讲，想着别人，想着啥？家己，所以关照，关照了后爱起啊，起就是动作你有想，有迄个意念，有迄个原则，行就是付诸行动。道理就是咱讲这尔，听入去了后爱行动，感动就爱行动，毋是拖咧感动呢，毋是拖咧流目屎，行出来，声音有用。
所以啊，这个前野的大纲，这个重点啦伫第二大点内底，就是对着咱村上的道亲，咱这人才，对着收办的一个自我的生产啊啥，因为咱毋是体育班。体育班是差不多拢会招这新道亲，甲含咱的老道亲，咱合社会咧成做。但是来自这个班，薪资低呢，就是讲千口以上，还是讲我未千口，我足信心咧，我足认真咧学习咧，来参与咧这个班组，然后。做一个结论，当然，伫即个相关的自我生产甲创会内底，何方呢？当然，人讲希望请差不多10几盘啦，10几片啦，但是何方准备要20几片？可能食到一盘，我看就食到饱啦，对。所以有可能就冇变了，但是不要紧，都有偌济讲偌济，好，这个外国的一个哲学家叫做亚里士多德讲一句话，伊讲人生上尾啊价值在于啥？觉醒的能力。所以人咧价值，你若无迄种的觉醒的能力你袂当产生价值，是不是安尼？咱若无定定讲有迄个觉醒能力你袂进步。你认为讲我安尼做安尼我对，我袂去听别人的意见，你就局限你的范围里面，人咧甲你建议，咧甲你教，你拢无要相信，你袂来进步，因为咱有功夫啦，所以咱人要有真正的价值呢，就是讲你上基本的。觉醒的能力，觉醒，觉醒，所以觉醒，有许多的做法。咱人若咧迷茫，一场的梦，有当时啊梦足长，有诶梦足短，有诶梦甲安尼，足精彩啦，对。但是要互梦，莫去做落去，唯一的方法叫做啥？醒。你无醒起来，你永远就咧梦。人生就是永远咧带咧梦，所以咱才能够，咱听过足济道理。而咱过去当咱求道了后，听到足济的讲师，甲你讲足济道理，互咱体悟人生，互咱去感受到世间一切希望甲情感了解，这个实相了后，咱讲，真正讲定进入活动来学习，达到1000口以上的，无简单的。1000口7载修改，这若是过去真正修来，的福报。你讲叫一个人讲，安尼过去稀稀巴巴，爱会当放弃掉迄个口欲，放弃迄个欲念，甘愿讲安尼食这个清淡的食物，迄真正无简单。所以咱有觉醒，所以咱在座各位已经慢慢产生价值，所以咱坐伫以后拢会合理呢，你要坐会调，你做佛祖的才坐调，无你看，你坐飞机的咱坐调，爱练啊，坐爱练但是练你坐当中咱是咧坐外向，是拄仔咧讲坐思想，咱人生咧听道理，迄就是咧坐
哦，真正想就是安尼，你体悟，迄个收得倒来，毋通讲无法伫遮咧讲，你拢想讲，哎哟，我厝里洗衫机，迄衫裤还袂洗咧，安怎？安尼厝里当过一大堆，安尼迄叫做理想，理想对啊，迄个电力真正无达到讲迄个电的境界，所以呢，咱爱以德为师所以这个德性对观照而来，观照对形成而来，以觉为师这个德为师，以真理为师，毋是尽人为师，毋通尽人修道啦，这个简单的意思。爱尽真理啦，爱真正以这个真正的德，这个菩提，这个自性来为师。咱每一个拢有咧自性分，自性以自性为师啦，毋是以你的人心核心为师，所以要观照，这个观照，当然爱透过形式的感觉，形身波罗蜜，迄个形式爱清落，毋通形迄个皮毛啊呢，像如讲咱咧犁田有无？迄田若要犁，爱犁清落，若讲翻土啊，爱翻土，你毋通安尼犁安尼表面的尔。表面迄个也整治落会较健康康，顶悬是安尼松松，后边的一丛若要大丛起来，你顶袂落，肥了要食袂着，是毋是？袂当收成啊，所以伊有咱而家甲你讲，彻底的达悟，以达到内外处，咱要大家觉醒觉悟嘛。目的就是要互咱大家内外自如你大家这个内外自如无简单咱一日敢有法度自由？有自由自在无？有清净无啦？学校代志足济，所以真正心要清净无法度啦。代志多呢，足侪代志的呢，人生足侪代志呢，道亲的代志，安尼啦，传统道亲的代志，道亲的代志是台湾，大量啦，香港啦，或者越南啦，开放的国家都有代志，这代志当然圣书内底都有人事啊。人事呢，面对人事呢，足歹易的呢。讲修道好修呢，人事是哪？难移呢，很难越来所以代志足济啦。所以嘛是讲人讲真，迄个道中爱出征啊。安尼事来即用，代志来爱用，爱去处理，事去呢，事情，有看到？不要再想，是安尼，彻底反省，以达到心心无愧。我们每天的早晚现象，忏悔，有无？大家都在忏悔了。2过年啦，爱真正忏悔一次。一当的连中回过，一世人就变咧大忏悔。这种就是咧反省忏悔。从咱历业以来毋是即世历业以来咱毋知轮回几世，咱毋知，咱每一个人拢无共。你看卖，安尼即世轮回来做即个人道，做人。互咱会当得到，会当
当有这个忏悔反省法，都是有用。所以爱时常真正问自己，爱定定问家己，咱唔通定定去问别人。修天是修自己，办道是办大体修道爱用自己为观为性，修理家己，唔通去修理别人。但是咱往修理别人，别人咧发点看甲一清二楚，来走金国家己拢有法度做，是安尼。所以咱拄则讲的迄个胖胖的道歉，伊无法度去看着家己，伊无法度去善待伊叫玻璃心，拄着啥物代志拢想歹的。你看安尼痛苦，真的是很痛苦的。但你对你好，你拢想你歹，你看要咱到底哪里想？迄若阿某随离婚，带落吗？对不对？所以修道修了若好，一切平安顺利，家庭幸福，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但是修道如果一下子就修好，那是日积月累呢，安尼一点一滴安尼修呢。有当遐习气毛病，遐秉性，我都一下子就除掉了，那无可能啦，啦，真是。咱过去咱摕道，过去啦，还未修以前，还未归道以前，当然啦，食薰啦、补薰卵啦、啉烧酒啦、三字经啦，天道拢差不多那有当时啊，那咧过去有诶拢有理想生活，迄一片河啊去大陆石狮，石狮有一个昆道，就来昆道，无着因翁咧怎啦家庭咧带因翁啦，对因翁有迄落意见啦，怎啦国家气不分，讲一句话，三字经互我是讲大陆文化，过去祖先流传到台湾，迄个话语有诶，咱台湾都阮传承。我伫台湾也有听过，但是伫大陆都有听过。迄句话是啥物话？嘛是三字，西因尔。听着一句，安尼啦，人若幽默，你若听着一句话你会生气，但是你若幽默